大家好，歡迎來到讀書日誌。今日我哋要探討一個好沉重，但係每個人都應該知嘅話題：點解人類咁中意打仗？我哋手上面呢本《Why War》由歷史學家 Richard Overy 所寫，佢喺第二章心理學入面講咗一啲令你毛骨悚然嘅真相。呢章書個核心概念係戰爭唔係意外，而係我哋大腦嘅內建程式。以前弗洛伊德 Freud 覺得人類有一種死亡本能 Death Drive， 即係我哋潛意識入面其實有一種想毀滅嘢嘅衝動。如果呢種衝動唔蒙委放，就會變成戰爭。書入面有一個好震撼嘅例子，大家知唔知投下廣島原子彈嗰架飛機叫咩名？佢叫 Enola Gay。呢個名其實係機長 Paul Tippett 佢媽咪個名。心理學家 Fornari 認為呢個行為反映咗一種矛盾。人類去殺敵係為咗喺心理上保護自己心愛嘅嘢。我哋將敵人魔鬼化，覺得殺咗衰人就可以救到好人。戰爭就咁樣變成咗一種集體嘅心理治療。但係到咗現代，科學家提出咗男性戰士假說，佢哋發現男人嘅基因入面其實進化咗一套成群結隊去進攻嘅邏輯，因為喺遠古時代，識得組隊去打仗嘅男人先可以搶到資源同保護到後代。雖然我哋依家着住西裝坐喺 office， 但係我哋個腦仲係行緊幾萬年前嗰套原始人打獵嘅軟件呀。一察覺部落主義心態 Awareness of Tribalism。當你喺網上見到人哋鬧緊另一個群體，或者你覺得我哋呢邊一定啱，佢哋嗰邊一定係錯嘅時候，停一停，諗下係咪你大腦入面嗰套原始戰士程序喺度執緊行？二、檢視文化消費 Audit your media。 留意下我哋俾小朋友玩嘅電子遊戲或者玩具。如果戰爭被包裝成一種英雄式嘅娛樂，我哋其實係無意識中教緊下一代去接受暴力作為解決問題嘅方案。三、情緒嘅正當宣洩 Healthy outlets。 既然心理學話我哋有破壞衝動，我哋要學識透過運動、競技或者創作去放咗呢啲能量，而唔係將佢積壓，最後變成對他人嘅攻擊。多謝大家睇到呢度。戰爭嘅原因好複雜，但了解自己嘅大腦係避免悲劇嘅第一步。如果你中意今日嘅分享，記得 subscribe 訂閱我哋嘅頻道， like 呢段片，同埋喺下面留言話我知，你覺得人類真係可以克服打仗嘅本能嗎？我哋下集見，拜拜。